财务，给他发2000块钱的工资。行。主管，我1个月1万的工资，你给我发2000块钱？发2000，你心里面难道不清楚啊？上次王总的那批货，你做错了，公司损失多少钱？你难道心里面不清楚啊？几十万呢！老板都说了的，那个钱不用我们赔的，不用你们赔，那是老板大意。我跟你说啊，现在老板不在这里，我说了算，少拿老板来压我。你再犟嘴，给他发1000，可以吗？可以。行，你才给我发1000块钱呢？怎么？这1000块钱是不是也不想要了？还在这会跟我顶嘴，赶紧跟我走！出在这里干嘛呀？这是。财务，等一下那个剩下的钱，我们2人1人1半。好的，以后这样的事多带几个来。行行行，好的。你还在这挑剔什么呀？老板，你出差回来了？刚回来，怎么了，燕子？我就是想问一下，你在那个大会上面说过的那个事还算不算数？什么事儿啊？就是不扣我们工资的。你看今天不是发工资的日子吗？是不是？哦，你说上海倪总那批货是吧？啊，那是确实说过，我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是不是啊？肯定要说话算数啊。是这样子的，今天不是发工资的日子吗？啊，那个主管给我拎到那个财务去，然后给我就发2000块钱，结果我跟他顶了一句嘴，他就给我发1000块钱。哎，不是啊，你这个工资报表我还看了的，你这个月应该是有1万块钱呀。是有1万块钱，那个倪总的那个货不是出现的问题吗？他说把那个钱都扣了。不是，我不是开会时候说过吗？这是供需问题是吧？不要怪在员工头上，他还把你钱扣了啊！跟我阳奉阴违，你说的属实啊？肯定属实啊，要不然我怎么来找老板你啊？那怎么最后那又只变成了1000呢？那不是有2000吗？我跟他理论了一句，理论了几句，他就说让财务给我发1000块钱。他让财务给你发1000块钱啊？行，你别着急啊，我打电话把他叫过来啊。老板，你说。我还有一个事，就是你能不能给我调一下岗啊？你先别着急，这个事儿我调查清楚，知道吧？如果调查清楚了，没你啥事儿，知道吧？你也不用说在乎调岗的事儿，你是不是怕他后期给你穿小鞋呀？啊，是的。我先把人叫过来，我先问清楚怎么回事啊。喂，主管，现在赶紧到我办公室来一趟，赶紧来。行，马上就来了啊，你别着急啊。老板找我啥事儿啊？我问你啊，他工资1万，为什么只发2000？你让财务给他发2000，你好大的权利啊！哎呀，老板，那不是倪总那批货，那全是他的错嘛？那肯定要罚他一下，让他长长记性呗。那什么全是他的错啊？那机器出故障了是不是啊？你们这些做主管的，天天在办公室是吧？泡着小茶，开着空调，看着报纸啊！你们也不知道去这个车间里面看一看，是不是啊？监督啊！你导致员工做错事儿，就把责任全部怨到他们头上。开会的时候不是跟你们说过吗？啊，这算供需问题就完事儿了啊！别怨到员工头上，你怎么还扣他钱呢啊？哎呀，老板，那不让他长长记性吗？长记性，我看着该让你长记性啊！那你扣完他的钱呢啊？哎呀，老板，我也没扣他的钱，那个钱还不是在财务。老板是这样子，就是给我发了1000块钱之后呢，他就给我推走了之后，他在那个财务跟财务窃窃私语的那说悄悄话，然后我在他背后偷听了他说他跟财务跟我的那9000块钱平分了。你怎么说话的？少在这冤枉人！你和财务狼狈为奸，要去克员工的血汗钱，还平分呢啊！哎呀，没有，老板，你别在那胡说八道。你别帮我嘴硬啊！我现在把财务也叫过来啊！我看你们怎么说啊！叫吧，反正没有。喂，小丽，赶紧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我看你们待会儿怎么回事啊！哎，老板，你找我呀？我找你啊！他的工资为什么只剩1000呢？1万块钱工资为什么只剩1000呢？老板，这不关我的事，是他的主意。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看不出事？白眼狼！什么白眼狼？现在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啊，这就是你们所谓的联盟啊！还没怎么逼问啊，就全部倒出来了啊！我也没拿这个钱。你没拿这个钱啊？他都说了啊，下班之后这个钱是不是你们俩平分？老板，钱还在财务，我们俩不是还没下班吗？你们俩还没下班，是准备下班分呢？那就确实有这个事儿吧？啊，不打自宫了呗，是不是？这是他的主意，老板。你跟我等会儿啊！我告诉你啊，就你这种品行啊，你已经不适合在我公司待了啊！赶紧收拾铺盖卷，跟我滚蛋啊！这个月工资你也别要了，赶紧滚！走就走，还走就走，还有你啊，你先跟我回财务去啊，我一会儿收拾你啊，赶紧先过去啊。好的。那个什么，1000是吧？你把这1000给我呢，我给你单独拿1万呢，加上你这1000，算是给你的补偿，你把这个月工资拿着啊。好，谢谢老板。没事啊，这个事儿呢，我会追究到底的。主管我已经给他开除了啊，你也不用说去调岗位，知道吧？也没有人给你穿小鞋。这个财务啊，他胆小啊，别人不拱他，他也不敢干这样的事儿。
回头我好好教育教育他。这个财务的职位他肯定也做不了了，我会把他调离别的岗位，他也掌握不了你们的生杀大权，明白吧？啊，知道了，老板，谢谢老板。没事啊，现在在外面找份工作也不容易，反正有什么委屈啊，受了委屈你直接到我这儿来啊。如果你只要占理，我肯定是帮理不帮亲的，知道吧？肯定会为你们做主，好不好？好的，老板。行，那下去安心工作吧，好吧？好。不像话。表妹，你现在忙吗？啊，表姐，什么事啊？你能借我1万块钱吗？啊，你借1万块钱干什么呀？哦，我公公住院了，你看我弟弟也不在家，他去出差了，也联系不上。这你看，我现在就差1万块钱住院了，你能不能借给我呀？这是个大事儿，刚好我这里有1万块钱了，借给你吧。那谢谢你了，表妹，我走了啊。啊，表姐是这样子的，你看亲戚归亲戚，是不是？借钱还是要写字据的，是不是？这样吧，我给你写个字据，你看一下，然后没问题就签个字，好吧？好的。好，你看一下，这没问题你就签个字吧。行。好，那没事，我走了啊。你看我这个表姐哟，真是傻不拉几的。你看她写个金额还写个小写的，我在这里多添个0，她也不知道。哎呀，真是在这里净赚了9万块钱，真是太高兴了。哎呀，哎，表姐，忙着呢。啊，是啊。这不我姐之前她那个公公在医院住院嘛，给你拿了1万块钱，当时我出差呢不在家，今天特意给你送过来了。哎呀，表弟，你看这钱，这么着急干什么呀？没事，亲戚之间嘛，是吧？明算账嘛，是吧？有就赶紧给你嘛，对不对？没啥事我们就走了，好吧？啊，表弟是这样子，那剩下的9万块钱什么时候还呢？什么9万块钱？哎呀，你看，这表姐在我手上借了10万块钱。10万啊？不是，你到底借她多少钱？弟，我就是借了1万。不是，到底咋情况？哎，表弟啊，你看这表姐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啊，是不是？你看这真金让他签个字的，你看这是他写的欠条，你看有没有？我这欠条上还真是10万元。不是，你当时签字的时候你没注意看呀？弟，我看了，就是1万我才签的字，我看得很清楚的。哎呀，表姐，你在我手上借的确实是10万呢。再说了，这里又没有录像，又没有人证明，是不是？我这还有借条呢。表妹，我就借了你1万块钱，你现在要我还10万，我肯定不会认的。表姐，这是你签过字的，但凡有一个人证明我讹了你10万块钱，我给你双倍奉还20万。如果说没有人证明的话，我跟你说，这10万必须要还给我。弟，这怎么办呀？你别着急啊，是这样啊，表姐，这个字呢确实是我姐签的，我看得到。但是这个10万我刚才看了一下啊，写的是这个阿拉伯小写的数字啊，然后我看这后面这个0呢，这个字迹颜色又不一样啊，这个事儿呢现在是有点说不清啊。当然我相信啊，人在做天在看，公道自在人心。我相信群众的眼睛也一定是雪亮的啊！屏幕前的家人们啊，请大家帮我证明一下啊，我姐到底是借了我这个表姐的是1万还是10万啊？请大家好心帮我证明一下，谢谢大家了啊！你是不是皇帝的老板呀？你怎么教育你的员工啊？天天勾引我的老公，一天到晚都不着家的，我现在孩子的生活费都没有了。什么皇帝啊？我姓严啊！你干什么呀啊？好了，我打错人了。你回来！你打错人了，你不知道道个歉呀？我还道歉？我道什么歉呀？啊！我告诉你啊，方圆几千里谁不知道我的大名啊？我还跟别人道歉，老娘从来没跟别人道过歉。我告诉你，你还不道歉啊？来，屏幕前的家人们，就这种嚣张跋扈啊，不分青红皂白就在街上随便打人的人，该打吗？王会计，给你一瓶水来。哎，谢谢。来，这里等一下我有个事，你把这个月的那个考勤报表给我统计一下。我没时间呀。哎呀，这不是给你这么一瓶好的水吗？是不是？那行吧。顺便把这个月的工资报表也给我弄一下。我真的没时间，我的事都没做完呢。哎呀，你看一下，这都是冰镇的水，这么好喝的水，我早知道你这瓶水这么贵，我都不要了。还有啊，等一下把这个统计完了，直接给老板签个字就行了。我不去，要求你自己去，我真的没时间。你这人怎么这个样子？来，小李，给你瓶水来。我不要。哎，给你水怎么不要啊？不要。这人真是的，不识好人心。来，屏幕前的家人们，在生活中我们一定要远离像刚才那种给你一点小恩小惠就整天挂在嘴边要求你10倍100倍回报的人，大家觉得是吗？
哎，王姐，帮我打下有信来，我去上个厕所。你这还没做完嘞，这个放一放，这个不能停的，赶紧的，谢谢你啊。行吧？上一次就坑我一把，这一次才不上你的当呢。哎，老板，你可回来了。那个王姐呀，上次做数据做的乱七八糟的，我都没跟你说。她现在这次倒好，她在那个工位上啊，玩手机玩了2个多小时了。行，看一下。老板，你看，这不人家在认真工作吗？啊，我发现你啊，一天天的啊，正事儿不干啊，净在背后打员工的小报告啊。你明天不用来了，回家吧。像话，好好工作啊。哎，小丽，你怎么见到我们不打招呼啊？现在是什么封建社会啊？我看着你就要打招呼啊！再说了，我是来这儿上班的，也不是来这儿当工女的。看着你就说朋友吉祥。再说了，我跟你喊加班费的时候，你怎么没听见呀？你什么态度啊？我告诉你，我就这个态度，你看不惯我就干着我。你看他什么呀？现在的00后都这样。然后我看这个小丽，她挺有个性的，知道吧？回头让财务下个月工资起给她加5天，听见没有？不是，老板这样的人还敢加工资啊？听我的，他以后这种人肯定能成才。走，站住，新来的吧？算是吧。现在到11点半了，赶紧给我去打一份饭，我要龙虾饭，只要龙虾不要饭。不是我凭什么帮你打饭呀？你自己没长手没长脚吗？我告诉你，我让你给我打饭，是我看得起你。不是，你们平时就在公司这么对待新员工的？我告诉你，我在这里是有发言权的。我表姐正经二把手李厂长，你知不知道？我告诉你啊，员工来到这个地方是来工作的，不是来听你使唤的，更不是来伺候你的。哎，不是，你不知道谁是大小王是不是？你信不信我让我表姐分分钟把你开除掉？表姐把她开除了。谁？哎，老板，怎么是你呀？你怎么回来不通知我？我派车去接你呀。我要通知你，我能看到这么优秀的员工吗？啊，我要通知你，你要不要提前做好准备啊？啊，我问你啊，这是你表妹吧？是我表妹，怎么了，老板？来，你表妹说她现在肚子饿了啊，你现在可以领着她永远的一起回家吃饭去了啊。老板，你什么意思呀？难道你要开除我们2个？我不服。我也不服。还你们俩还不服是吧？那今天我就让你们俩心服口服。来，屏幕前的家人们，你们支持我开除这公司的2个蛀虫吗？如果支持的话，右边不管是什么，帮我点播，谢谢大家了。好人一生平安。发工资了不知道啊，你个臭保洁！现在这么大的热天，让我楼上好找。我家牛跑了，我从小都没这个找过。你像找牛一样找，那么难？赶紧！主管，你给我发工资就发工资，你干嘛还打我呀？还我发工资，这么大的热天，楼上的，你不知道孝敬我一下啊？来，给你白水喝。100块钱呢，够我打发要饭的呢啊！多给一点，真的是。主管，你看5000块钱你就拿着，1000块钱不到，剩下几百块钱的，我一家5、6口怎么生活呀？怎么生活关我什么事啊？再说了，我不给你带出来，你连几百块都没有了，我跟你说啊！你给我带出来，你不能这样呀！不是你干嘛了啊？还奇了怪了，我干什么关你什么事啊？你家住海边，管那么宽啊？你别管我家住了啊！你发工资，你拿人家钱干什么呀？我拿别人钱关你什么事啊？再说了，我拿我员工的钱，我告诉你，你在这里说话，你信不信我也抽你啊？哎，他们这么嚣张，还抽我啊？走后门进来的，以前没见过你啊，还你的员工。我是堂堂正正走前门进来的，什么叫走后门进来的？你会不会说话呀？啊！你在这儿担任什么职位？谁把你带进来的？哼，谁跟我带进来的？我竖起你的耳朵，好好听清楚了。我表哥李刚，厂长，正经的2把手，你知不知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哎，一个厂长表哥就把你嘚瑟成这样了啊！等于说你是你表哥带进来的，不是通过我们公司的人事正常考核流程进来的，是吧？啊，哎，你是不是会不会说话呀？啊，我是堂堂正正的从大门进来的。你别跟我废话了啊！把你表哥叫过来了。哼，你以为你谁？你叫我叫就叫啊？你表哥的工资都是我发的，你让我叫就叫啊！哼，我告诉你，你在这说大话，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是让我表哥分分钟把你开除掉。把我开除掉！来，赶紧叫过来！来，赶紧！我看待会儿开除谁来。好，你给我等着啊，别动啊！好，我不动啊！我现在去找我表哥。我在这儿等着你啊！你要不来啊，你就是小狗啊！他为什么一来他拿你钱干什么呀？我怎么好像还听见一个耳光声打你了？是的，老板，你看今天我把这个走到，我说扫完了，我再去领工资嘛。不是今天不是发工资的日吗？我还没扫完，他就给我送过来了。送过来，他一上来就打我一巴掌，说找半天没找到我。不是，你钱工资都是打到工资卡上，怎么给你发现金啊？他说我的工资卡有问题，打不进去啊，所以他就给我发的现金。工资卡有问题？是的。
我知道了啊，这肯定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弄你们的钱，你知道吧？你放心啊，这个钱呢，你今天别拿了呢，这是没剩几百块钱呢啊！我一会儿这个事儿我会找他算账的，连带他表哥啊都不会放过啊！一会儿呢，你这样呢，你现在呢先跟我呢去财务那儿，先把你这个月的就这一个月吧，前面没有搞这种事儿吧？以前就少一点，没这么多，他那这拿100-200块钱买点水喝，我也这个月就拿的太多了是吧？是的。你这样吧，你先跟我去财务那儿，我把你这钱剩余的工资包括前面的，我全部给你补完。补完了之后，你放心，你在这儿好好干啊！这个事儿今天既然我看到了，我一定会给你主持公道，会给你做主的啊！这种人我肯定不会让他在我工厂，那个厂长没准我会把他一撸到底，好吧？你在这儿走，先跟我到财务去，走。好的，老板。不好意思啊，你这干嘛呀？长着眼睛出气的，不会看人啊？不是，刚才确实没看见，哎，看你有点眼熟啊。谁跟你眼熟呀？我还会认识你？哎，不是，你是不是芳姐呀？哎，你怎么知道我叫芳姐呀？我妍心呀，高中同学呀，你忘了？妍心啊，你瞅瞅，怎么了？哎，还真是像妍心的啊！你看以前那多瘦劲的一个小伙子，你看你现在怎么长得这样呀？啊，这不是吧？这人到中年嘛，那肯定就发福了嘛，对不对？哎，你怎么在这里拖起地来了？想当初你可是我们学校的这个呀，不是，现在就混成这个样子。不是，是这样啊。这今天我们公司那个保洁李叔知道吧，腰闪了一下，干活的时候，我让助理送他到医院去了。我闲着没事就把办公区域的地拖一拖。我告诉你，你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子了。你扫地就扫地，做保洁就做保洁，我也不会笑话你，是不是？不是，咋这么多年呢？你这说话怎么还是这么尖酸刻薄呀？啊，这风凉话说的一道一道的啊！啊，不跟你说了，我进去面试了啊！啊，老板，我回来了。回来了是吧？那李叔送到医院去了吧？啊，送到医院去了。没什么大事吧？啊，没什么大事，就是要在医院观察几个天。观察几天是吧？那你这样，那你每天呢，就是上下班的时候，你帮忙去看一下，好吧？嗯，好。这几天呢，我工资给你翻倍，好不好？好，行。行，那行，没事，我先走了。你去吧。啊、哎，小梅，我问一下，你刚才叫他啥？叫他严总？是啊，他是我们公司老板呀。是你们老板？嗯。哦，好了，我知道了。老板，我没事，我先走了。你现在去忙吧啊！你看，妍心，不愧是我们当初的学校的这个啊，现在做大老板的，真的是看起来跟当年不一样的啊，不一样、啊。是的，你看，这就是有老板的范儿啊。你看，你现在是老板了，你看我这个面试就不用直接面试了呗，你直接给我录用那就可以呗，一句话的事。我本来想插话的啊，我看你这一直在那说呢，我就想让你呢先尽情的表演完。你这还是跟当年一样啊，这翻脸跟翻书还快，知道吧？啊，是不是啊？知道我是老板了啊，现在又是一个样啊。刚才不知道是老板了，你恨不得把我打发去扫厕所了是吧？当厕所所长了是吧？啊，没这回事，哪有这回事呀？啊，是这样啊，这个入职呢，我估计你今天入职不了，知道吧？因为我工厂呢，实话跟你说，都是老实巴交啊，干实事的员工啊，好吧？如果就你这种性格进来，是不是？你到时候指不定把我工厂的员工欺负成什么样。但是作为是吧老同学来说呢，是不是？你既然来到我这个城市了，是吧？来到我公司来了，对不对？为了尽地主之谊，好吧？一会儿呢晚上我可以订个包厢，好吧？我请你吃个饭，以尽地主之谊，好吧？就是说我这个面试过不了了。你不录用呢，是吧？没办法录用你。你如果说有能力，人品好，你可以按照我们公司的正常的是吧人事走流程，你可以正常进来。但你现在这个品行，我如何放心你进来呀？行了，不要说了，还跟你吃饭啊？你这好好的工作被你给我搅黄了，我还跟你吃饭，我吃得进吗？不是吃个饭呗。来，屏幕前的家人们啊，你们说就像这种老同学，还能在我公司干吗？哎，美女，我帮你捡。好，谢谢。谢什么谢啊？这是我的包。这是你的包，这是我的包。这是我的，你不要看着里面是钱，你就拿着是你的，好不好？什么钱不钱的？这个包在我手上就是我的钱。你别这样，这是我生孩子用的钱。你生孩子关我屁事啊！那你这个人怎么能这样啊？什么这样那样的啊？这不是啊，你们在吵什么呢？我看这一个孕妇挺着个大肚子。帅哥是这样子的，你看我挺着个大肚子，然后钱那个包掉到地上去了，那个大姐好心的帮我捡起来，然后她捡起来看到里面是钱，她就说是她的。这本来就是我的包，哪里是你的？
而且这个钱是我生孩子用的。你看我，老公又不在家，我就等着把这个钱就是取出来，然后等着去交那个住院费的。然后他现在就说是他的。这样，你包拿过来，我看一下吧。来看什么看呀？这是我的包。我知道你的包，我先瞅一眼嘛，是不是？我又不要你的，我又不要，是不是？哇，这里面还真这么多钱呀，全是钱啊！你看啊，现在你说公说公有理，你婆说婆有理，是吧？这个地方它也没有监控，是不是？但是这个事儿，我相信啊，群众的眼睛它一定是雪亮的，是不是？人在做，天在看，公道自在人心，是吧？来，屏幕前的家人们，请你们帮他们证明一下，这个钱到底是谁的？谢谢大家了。但凡有一个人说这个钱是他的，那么这个钱呢，我双倍给他，然后自扇耳光使下。如果没有人支持他的话，那这个钱那肯定就是我的，而且他要给我道歉，并且下跪道歉，知道吧？天地良心呐！屏幕前的家人们，你们要为我证明这个钱确实是我的，这是我生孩子用的钱，求求你们帮我证明一下，谢谢你们，好人一世人平安。这玩什么手机啊？上班的时间玩什么手机啊？你干嘛呢？一来就摔我手机，你知道我这手机买多少钱吗？8000块钱呢，你得赔我。我赔你，我赔个屁呀！我赔，给我坐下来，还这么嚣张！你看一下别人在干嘛啊？别人在埋头苦干的，你在这儿干什么？玩手机？谁跟你说我在玩手机的啊？老板昨天让我给他找电话号码，我现在还没找出来呢，你就把我手机给摔了。你当我眼瞎呀？啊！我告诉你，我逮着你不是1天2天的，天天在这玩，还在这拿老板来压我。我告诉你，这手机不赔，我找老板去。你找什么找？马上就把你开除了。不是你们干什么呢啊？这谁的手机啊？怎么屏幕都摔碎了？老板是他的手机，我摔的。你摔的？你为啥摔人家手机啊？上班时间在这儿玩手机呗。上班玩手机？你在玩手机？老板，我没玩手机。昨天不是下班之前你告诉我，让我把李总的电话号码找出来吗？我那旧手机太慢了，我就昨天是啊，这个事儿是我交代他的呀，我记得昨天啊。老板，你别听他胡说八道，他玩手机不是1天2天的，天天在这儿浑水摸鱼。他今天说是老板你拿出来的，不是我昨天交代他是吧，让他导李总的手机号码是吧，要把货让他赶紧送过来的啊。你再说你不问青红皂白，你不能一上来你直接摔员工手机啊啊！手机买多少钱？买的8000块钱呢。你看这8000多块钱，你不赔谁赔呀？不是老板，你没搞错吧？我在替你管理好员工哎，他现在摔了就摔了呗，还让我去赔，我赔什么呀赔？你这口气好大，摔了就摔了啊！那人家员工是吧，在办公的时候家里不许来个电话，人家紧急接一下呀啊！然后你一上来你不问青红皂白，你直接摔手机，你不会先口头警告一下啊，是吧？口头说明一下呀啊！上来就摔，那以后谁还敢在我工厂工作呀啊？买个手机4、5千、7、8千，你啪叽上来就摔啊！我天天摔你手机，你乐意吗？不是老板，我作为一个管理，我不来点微信出来，谁还愿意听我的话呀？再说了啊，他天天在这玩，不是1天2天啦。我行了，我看出来了啊！你要么就是有点公报私仇，你要么就是有点别的想法。你在那梳理微信，我告诉你，作为一个管理者，梳理微信靠的是自己的德行，而不是靠你这样横蛮不讲理，直接向下施压、欺压，明白吧？什么叫欺压施压呀？你赔不赔？手机赔不赔？多的话不想跟你多说。我肯定是不赔呀。不赔这样，你直接去财务那边把工资结了，赶紧给我滚蛋吧。不是老板，我看你是不是没有睡醒呢啊？我替你管理好员工，替你公司办事儿，好歹也跟着你打拼了7、8年是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现在为了这么一点破事儿，一个手机摔了，你要我赔钱，现在不赔，你还把我开除了。我告诉你，你就是愚蠢！你觉得你这种愚蠢的做法，有没有人支持你啊？我看得像啊，说了半天你宁完不宁，还有没有人支持我？人在做，天在看，就你这种嚣张跋扈的劲儿，支持我的人肯定一大堆。来，屏幕前的家人们，你们支持我开除这种嚣张又跋扈的主管吗？如果支持的话，右边不管是什么，帮我点播，谢谢大家了。好人一生平安，赶紧给我走啊！我看这种闲事谁还管？我告诉你，下个月工资我少了1分的话，我给你吃问。废话那么多，赶紧走！你这样啊，手机这现在肯定是修也没法修了，是吧？你这样啊，你这个发票还在不在？在呀，昨天买的肯定还在。那你把发票拿着，一会儿直接去财务那边，我让财务给你报销了，你重新买一部新的。然后那个旧手机里面的那个手机号，你赶紧帮忙找一找，好吧？找完了之后，让李总赶紧把货送过来，好吧？好的，老板。行，没事啊，那安心工作，不要放在心上啊。大姐，不是叫谁大姐了啊？我有这么老吗啊？你看我这年轻漂亮的，你还叫我大姐？你这钱掉了。我钱掉了，你不知道帮我捡一下了啊？你
那你这都是贵重物品，再说了，你自己有手有脚的，你自己捡嘛。哼，我告诉你，我让你给我钱捡起来，是我看得起你，你知不知道啊？再说了，你把我讹上你啊！这谁能说得清呢？还是你自己捡嘛，我不会给你捡的。你知不知道我是你们公司的重要的客户，我带了1000万订单来的，你知不知道？你信不信我让你们老板分分钟把你开除掉？看在我老板的份上，我给你这还差不多。来，等会儿，来，怎么了？这是啥呀？我看一下，干什么呀？把钱拿过来呀！你自己捡啊！不是你谁呀你啊？我是谁？老板过来了。啊，没事啊。哦，是严总啊。走，我们把这个合同给签一下，好吧？不是，你是广东的那个李总啊？啊，是的。合同今天是签不了了啊！就你这种人品啊，谁敢跟你签合同啊？我看你刚才捂着脸，他是不是打你了？是的，老板。给我打回去！你敢？打！严总，你既然让你的抽保洁，你打我是不是？打你怎么了？再打一巴掌！行，这2巴掌我记下了。你这2000万的订单，你是不是不想要了啊？就你这种人品，你带2个亿的订单来，我也不会跟你合作。拿着你的钱，拿着你的订单，给我滚！行，你给我等着，这2巴掌我也记下了。我让你公司破产，我跟你说。你多记会儿啊！老板，你看，你就为了我这个小小的保洁，得罪这么大的客户，不值得。不值得，你瞧你这话说的，公司能有今天的成就，离不开你们这些基层员工的付出，知道吧？我看了一下啊，今天也确实是让你受委屈了啊。这个你这样呢，我给你放个3天假，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休息，还是给你带薪休假，平复一下心情，知道吧？以后再遇到这种横蛮不讲理的客户，知道吧？直接给我打回去，不要怕，有我的老板在这儿，知道吧？绝对不会说让你们在这个地方寒心，知不知道？知道了，老板。行，没事啊，那就收拾一下，回家吧啊。好的，老板你慢走。没事。